后来乡亲啊，半暝3:24，大家困到长路面。台湾东部海峡发生规模5.9的地震，全台湾拢感受到地震的摇。地震七报中心的主任陈国昌讲，这届的地震上主要的原因是菲律宾的海板地稳木沉落后压板地时阵，面顶的金枝岩体来破碎，才会造成这届的地震。甲9月18大地震无关系。也毋过，陈国昌讲，今年地震的活跳度是永年平均的2倍、3倍，这确实是要注意。架顶悬的物件海来海去，物件搁落来涂骹。在后半暝3:24，台湾东部海峡发生瑞士规模5.9的地震，全台湾拢有感觉。尤其花莲、宜兰有4级，不少民众原本咧困拢真醒啊。我当时反应我有起来，因为旁边有小孩子，对，因为有坐起来一下，后来就没有摇了。我在睡觉，然后就感觉那个床在摇啊，我感觉是左右。2.9地震还未1个月，半暝这一摇，互民众拢错一条。不过，这摆地震的原因和9.18地震无牵连，主要是菲律宾海邦地入去后压邦地时，北边头前的经济岩体破碎，才会造成这摆地震。今年1月初3，规模6个有感地震，嘛发生伫差不多的位。几乎整个台北盆地就是场子放大效应内。虽然今仔日半暝地震和9.18地震无牵连，不过陈国昌讲，伫10号暗时8:17，花莲近海规模5.3的地震，都是9.18地震的地震尾。9月8余震会持续1个月以上。昨天的余震呢，我们前几天都已经2天一个，最多1天一个。昨天忽然冒出4个。经伊统计，通常规模超过6个地震，一年平均会有2-3个。今年到10月为止，就已经有8个规模5到6个地震，已经加1倍。气象中心讲，这摆地震发生了后22.7秒，就发出国家级的预警。未来嘛会警报系统更加进步，互地震来时，民众会当有更侪时间做好准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